似前幾集咁講，即係我嘅康復嘅過程就係用艾灸去進行康復，亦都好似我同大家講嘅，我嘅康復去到另外一個台階，所以我就希望用另外一種方式去繼續我呢個咁嘅康復嘅旅程。呢個旅程係點咧？就係做運動啦。我希望睇下我喺生理上或者我哋肌肉嘅能力上面，生理上可以恢復到邊一個程度，就話俾大家知，我係點樣做運動嘅。首先咧，我就好似以往咁，即係熱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14、15、
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嚟做個深蹲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
OK， 休息1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休息30秒。OK， 而家做俯卧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休息30秒。就做腰腹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、2、3、4、5、
今日就做到呢度。